聖道家唔同嘅弟兄姊妹，大家好。今日8月5號，我哋聽到咧耶利米書第12章。咁咧，我哋都講啦，你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堅持到底咧係我經常講嘅，而先知嘅特質咧，就係肯堅持嘅啫。咁你話咁同咩對比啊？即係話有時佢都唔明嘅，做到都有情緒啊，好猛啊，都唔知點算啊。佢會同神呻嘅，今日就其中一段，佢會同神呻。但係呻完之後，佢覺得最後我都寧願去遵行神嘅吩咐，睇下下一步點樣發展啊。咁呢個就係佢嘅特質。所以有時你話我哋都唔明啊，我哋都堅持嘅過程好辛苦啊，各樣啊，堅持為咗乜啊？咁樣堅持就係顯示你對神嗰個盼望咯。堅持唔係為咗解決即時嘅困難嘅喎。有時你堅持唔會即時嘅喎，可能係5年後、10年後。係長期投資嚟嘅喎，堅持代表回報都係長期嘅喎。宣揚一啲正確嘅價值，都係一代傳一代咧，都係要眼望將來嘅喎。可能嗰一刻你面對嘅年青人都係反叛嘅，唔明白嘅甚至乎係年青人有時即係我自己教養小朋友，有時佢哋都會唔明啦，未必聽佢講啦。喺學校入邊有時叫佢哋話讀書嘅方法各樣，咁佢哋係未明嘅。咁但係重要就係堅持到底咧，先至會感動到後嚟嘅人咧回轉咯。咁今日睇下先知耶利米點樣同神傾偈啦。耶利米書第12章。耶和華，我與你爭辯的時候，你總是顯為義，但有一件我還要與你理論。惡人的道路為何亨通呢？大行詭詐的為何得安逸呢？你栽培了他們，他們也扎了根，長大而且結果。他們的口與你相近，心卻與你遠離。耶和華，你認識我，看見我，你察驗我向你的心如何？求你將他們拉出來，如將宰的羊，為殺戮的日子分別出來。這地悲哀，一切田野的青草枯乾要到幾時呢？因其上居民的惡行，牲畜和飛鳥都滅絕了，因為他們說，他看不見我們的結局。你與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覺得累，怎能與馬賽跑呢？你在安全之地尚且會跌倒，在約旦河邊的叢林要怎麼辦呢？因為連你兄弟和你父家都以詭詐待你，甚至在你後邊大聲喊叫。雖然他們向你說好話，你也不要相信他們。我離棄了我的殿宇，撇棄了我的產業，將我心裏所親愛的交在他仇敵手中。我的產業向我如林中的獅子，出聲攻擊我，因此我恨惡他。我的產業向我如斑點的鷙鳥，有鷙鳥在四圍攻擊他。你們去聚集田野的百獸，叫他們來吞吃吧。許多牧人毀壞我的葡萄園，踐踏我的地產，使我美好的地產變為荒涼的曠野。他們使地荒涼，地既荒涼，就向我哀哭，全地荒涼，卻無人在意。滅命的來到曠野中一切光禿的高地，耶和華的刀從地這邊直到地那邊進行殺滅，凡血肉之軀都不得平安。他們種的是麥子，收的卻是荊棘，辛辛苦苦卻無收穫。因耶和華的烈怒，你們必為自己的收成感到羞愧。好，咁啊，整理下少少下兩個段落。咁上面咧都係講到即係求問耶和華啦，係嘛即係我與你爭辯嘅時候，你總是
為義，其實都係講緊先知有個角色咧，就係佢面向耶和華嘅時候咧，就為啲老百姓代求即係佢覺得即係面對依家老百姓真係將會好慘啦，係嘛？佢就會為佢代求希望咧即係神即係恩待佢哋啦，憐憫佢哋啦咁樣咁呢個當然亦都係先知喺當中咧，你話做磨心也好，各樣咧嗰種嘅痛苦嚟嘅。有時佢都會表達真係唔好咁啦，都唔明白有時都會嘅遲啲會即係有啲經文更明顯添嘅，我會再講咁你會睇到，譬如佢話啦，一切田野嘅青草枯乾要到幾時咧？咁樣係嘛？即係好似有啲唔明白咁樣，其實就係代表，即係可能都係有少少唔明白我知神你烈怒會罰，咁罰到幾時咧？會唔會有一個日子咧？咁樣當然亦都係求情啦，係嘛？咁而後邊咧就講到，即係其實耶和華都係為佢嘅老百姓咧而憂傷嘅。咁你記住呢個唔係耶和華同耶利米嘅私人對話嚟嘅，耶利米係將呢啲神嘅情感神嘅即係覺得又嬲，但係又戥佢哋慘呢啲，係會公眾咁樣去宣告俾啲老百姓聽嘅所以其實啲老百姓都會聽到呢啲神嘅情感同心情，同埋將來佢哋要面對嘅困難困苦嘅但係佢哋反應係如何呢？咁我都講過。當時係大部分人都唔聽嘅，都唔領情嘅，所以先至亡國啫嘛。特別嗰啲領袖係一啲都唔聽繼續聽下今日嘅經文，聽埋結束部分。耶和華如此說：看啊，我要將所有的惡鄰拔出本地，他們曾佔據了我賜給以色列百姓所承受的產業，我也要將猶大家從他們中間拔出來。我拔出他們以後，必回轉過來憐憫他們，使他們歸回，各歸本業，各歸故土。他們若殷勤學習我百姓的道，指着我的名起誓，我指着永生的耶和華起誓，正如他們從前教我百姓指着巴力起誓，他們必在我百姓中得以建立。他們若是不聽，我必拔出那國，不但拔出，還要毀滅。這是耶和華說的。好，後面咧就講到，如果大家仲記得最初第一章係嘛，佢係要拆毀係咪，然後先重建噶嘛，所以佢而家咧就講話係真係要拔出嘅，但係記住將來佢係會重建嘅，所以咧佢上邊咧就拔出之後咧憐憫佢哋就會即係歸回故土。咁其實嗰個背後都係話睇下邊個堅持到底咯，係嘛？堅持嘅過程一定會有等待迷惘噶。係咪有等待有迷惘有不安，唔等於唔可以堅持嘅？原來係同時嘅你堅持到底就即係勝利到底啦。好似啲人跑長跑、馬拉松游水係嘛？或者玩一啲遊戲，某啲都係噶，係嘛？砌圖都係需要一啲時間，睇下堅持到底咯，堅持到底啦，好嘛？神有應許嘅，好嘛？好，今日停喺度，拜拜。